关公客违规，行入去阿里山小火车的铁轨路翕相，互火车弄掉。昨伫中华阁有游客带囡仔行入去铁轨路翕相，有一台自强号打驶过，是真危险。毛民众翕到画面，铁路警察嘛表示讲会来调查。本案系民众于本月15日上传社群网站之照片，显示2位民众站立铁轨上台铁彰化站北端拍照。 查该2位行为人已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，科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将至现场勘查，并调阅监视器画面，查明2位行为人动向及身份后，通知到案说明，并函请交通部裁罚。 有民众表示讲，伫中华线行车库翕相的时，有一台自强号拄啊经过，就看到一个游客带囡仔行入去铁轨路翕相。民众甲画面传去面册，有真侪民众是批评讲，这款行为是真合。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是表示讲，目前是还未接到报案，会主动来调查，找出这违法的民众，上侪是当罚5万块。